你可能從未聽過，亦或從未諗過，家族傳承與世代安放，能夠永續無憂。喺香港好難將先人骨灰入土為安，永久安放。我成日擔心，有一日我哋走咗之後，孫仔侄仔會唔會唔記得我哋，甚至連我哋最後安息之地喺邊度都唔清楚。如果有個屬於成個家族嘅地方，可以將骨灰安安穩穩咁入土，永久保存，唔使年年再為族期操心，咁就真係可以代代相傳，後人做好日後嘅安排，我又安心，後人又無憂。每年拜山要周圍走，仲要約埋返鄉下。好多家庭都有同一個煩惱，先人葬咗喺唔同嘅地方，每年拜山要舟車勞頓，行程複雜，仲要預早安排時間同日子。其實如果可以將家族先人集中安放，後人只需要去一個地方就可以齊齊拜祭同打理，孝心同誠意一樣唔會少，咪方便好多啦。環境優美開揚，祭拜嘅後人舒服啲又輕鬆啲。對我嚟講，環境真係影響好大。望住開揚遠景，拜祭時自然放鬆，心情都舒服好多。後人唔使再辛苦周圍走，只需去一個地方就可以齊齊紀念先人，集中永久安放骨灰，唔單止方便，仲可以令家族傳承更有凝聚力，真係好難得。屋企每個人年紀都大咗，大家都已經有咗自己嘅仔女同孫仔，如果可以用一個合理嘅價錢買到足夠嘅地方安放幾位先人，真係會好方便。以前呢啲事呢，通常大戶人家先有條件做，如果真係可以將家族理念咁樣傳承落去，後代都會更容易繼續呢份心意。永祥和紀念公園提供一個創新嘅設施，幫助你解決後顧之憂。唔單止景觀開揚，環境亦相當舒適，所有費用都透明清晰。喺呢度，家族先人可以擁有專屬嘅安息空間，骨灰可永久安放，唔使再擔心續期嘅問題，真正令先人安息，後人無憂。如果係大家族，骨灰園有相連至5年嘅靈活配置，無論家族成員幾多，都可以因應需要做調整。家族理念同聯繫會得以延續，成為家族強大嘅樹蔭，代代相傳，無憂無慮。